平台其实参考平台知音的朋友，可以让大家嗨，欢迎收看今朝的所在电视啊，继续为您播出微信上片平台龙凤生祥。诸葛亮3部雷败答应婚事，这期过讲家亲，但是有了东欧的侯国涛根本不晓得一桩事体，回来为囡恩的婚事发誓了。那么这个囡恩身上想对自家的婚姻到底有点啥个想法呢？请听第3回美定离婚。与江苏省平台头王建忠、何才艺三档台唱。诸葛亮写得最了郎用美人计，目的为之得取荆州，所以将计就计，答应这个场婚事。但是门门刘备上水楼呀，飞。对阵东家妈妈，诸葛亮飞，其实心里是耶。东家自从死出是夫人过后，一直心绪不宁，百无聊赖。现在讲起来工作，这件事一点点人不，那么哪个为我呀？水深是家，齐国平天下。只有与之安定的国家，才能够一门心思破了天下这样一个大家。那么说到东家，我答应这场婚事，非得为那个工人的生活考虑，再次要为之一个战略目标。啥个战略目标呢？依托荆州，利水深泉，不拘杀出，共兴后世。但是眼睛门前再多个问题。一人去身上想，东家北也到江东，非也得至江东之后，落到最远的水里向，最用来东家也让你荆州。但辰光太远，你对此机器比较被动。那么虽然讲可以派石子龙去保护那东家，一人内的4岁上怕人多。这个比较被动着，考虑来考虑去呢，北呀有个把人真的是东欧的人物，那么反复一时。后面想来想去，倒是不里想了一个人，杀你们啰嗦大夫。那么就派人赶到茶上，到啰嗦去商量，请啰嗦做南方的媒人。那么啰嗦也答应呢？啰嗦也可以答应，因为做媒人来是接得下手的好事体。当然了，你做事体还是蛮当心的，只怕最后产生误解或者不同意。在侬经济方面，也请你做媒人的事体讲不了最易听，最易听嘛道理得下对的。女讲与媒人啦，男讲不媒人发生也抢的。那么啰嗦会讲了，说到刘备说出，如果男讲不媒人，你是不会得到东吴来招亲的。最想你刘备狠点啥？只要你人到东吴，那么才是我实之守则。那么是没问题的，下来才是一家人这样，有啥事体才好商量的。今朝已经是9月初9，多幸呢，这诸葛亮大致荆州城里向的文武官员送刘备同生，一共11只船，后头10只船浪向500兵丁，门前要官方。刘备12运位于谁是啰嗦大夫，20名亲信，旗杆浪向一面旗帜飘飘荡荡，4个大字过江招亲。等到即时的梆梆梆，鸣锣开สู่11船忙正江东而来。来到江东的地面浪向，当然江东的军兵上来坐来，那么喊来喊去，与陆大夫了海，立一出场，一切把平。来到南齐之后，随哪里安排了啦？再好的会里向如此下来，啰嗦李来两高头背了这个刘备，一日的要不是吃，随时不香。3日天下来，哎呀问个啦，说生就哪不来呢？我那边讲啊。过2日谁下来？谁下来的？只听见楼梯响，不看见人下来。黄灯是灯，是灯黄灯嘛，灯这个刘备心里想急。说实话，
我亲自去押解深究。不晓得里边推断你东家不了让府浪向与事体吃茶气色，这个里边哪边进呢？该上婚事总归要有个说法的。我们这个结法子，内心的国太太身上像两高头不急啊。侯国他身上像不是不急，而是这个事体呢根本不晓得。谁得知深究两高头血眉玉句，后有副从李香的外头一里丰收些些。不人进去见侯国太太是身上香，我两高头满得些金等等，目的随时逼得那刘备登下去。觉得这听是不喜马在，还是追吧。这一男人出自南极人，在半路浪向受奴内作来，把你定个罪名带婚，那么谁喊奴内归起来？但是该枪个侯国他心里想已经不靠了，下次么回来回去为这个八百奴身上像个婚事。所以说，深究不是这个国他一样，深究是个国他的阿姐啊受身。那么哪位事体呢？当初辰光深究个爷升级到隋唐，也就是现在个杭州。当上一位姑娘，嚯，面孔生得漂亮，两家头一见倾心。那么原来升级谁派媒人到侯家里向去提亲。侯家里向一听嘛，升级不得了个大英雄啊！一口应允，随拿南山这个钢铁送过来着。不晓得因也加南的辰光嘛，那么龙青山加错他个人，那加错他个人嘛，侯家里向准备加个大仙家申时花。那么申就也他个呢？但是侯家里向的二仙家侯日玉，还有个两个这个名字都没哈，一个是花，一个是玉，侪是编织面孔。那么龙江，那么说这样吧，既然龙江的江错就错，那谁也看这个大仙家吧，是不来个喂，我也看二仙家喂，哎呀，不来个呀。你屋里向大仙家为分吃家，那还西诺西农家不来呢？姐妹俩家头嘛，一个么一门心思也等着新娘娘，哪想得到大为偏？哎呦，这个也难为情的。这个妹妹们还觉得对不起个阿姐啊，还是心里想结杀。但原来嘛是什么？但不是正经大仙家家不来。说我随便那边，我也二仙家，你别要拿大仙家给我，也可以的。他们我谈二仙家，他是二仙家，你再送个大仙家，两家头一大摊，盘上地上了，你到马门市场马一位送一，说搞不你二仙家，我打退个大仙家，该啥事体太意思？你是讲不答应吧？不记得拿南仙这个钢铁去探出来，那么是讲答应吧？不知姐妹两家头也同意，想上去两家头嫁给一个男人，跟一个男人想上去是不会答应的。不晓得一门两个男仙家谁答应？什么好啊？姐妹两家头嫁给一个男人，我那么的想我宇宙工地，爷娘想不落。那么谁到身体感情上了？他我两个男人可以的，但是有一个要求。一样大仙，不大仙了不之分，一样平等。说个但是可以，像体育比赛这个，平力冠军统统金牌，不银牌。所以咯，姐妹两家头一大搞不了升级的。历史上像姐妹两家头搞不一个男人的事体，但是还有的。那让眼睛的昆过故事浪向，是有这样一个例子。书浪向有句闲话的呀。接第一归美意识，那么啥个意思呢？就是讲隋王的爷拿自家的囡嫁不了机场，再拿阿个囡姐妹两家头一旦被嫁过去，所以历史上向姐妹两家头嫁给一个男人的例子是有的。侯国他，这个儿子虽然讲不是自家养，这个儿子三顾青山，那么儿子先人。深究的娘呢，死得蛮早。临死问题，谁拿儿子喊到上边上，说的儿子啊，我晓得你是个小子，我娘不服气，谁要追？
哥哥阿姨，你两家头感情交好，你也当亲娘这个小金啊，深究小子对个后果他是整个三个打理自家亲娘口袋，那就是给他拿个妹妹身上想当育儿们有点过分子。那么国他呢，自家养了两个小囡，一男一女，儿子叫孙郎，孙在后，囡就是孙人身上想。非那个儿子啊，名字起得不灵，孙在后，在后在后，来在石头为后，生毛病死脱个的。所以啊，虽然这个囡不比子读养囡，因为读养囡欢喜得不得了，小辰光冲啊，身心得不得了。那么别人家个三姑娘家子们，登了闺女啦，面容水丰，女工针织，经济适合。哼，各位小家与众不同。那么白红妆爱服装，但现在侬年纪不小，为唔不人家，那非接生个哦。但侬刚刚猜猜篱笆，啊，又是他娘，再了唔啥绝对，唔不适当个人就宁缺不来。侬啊，那个眼睛哪是干干的呢？今朝国他坐了个梅亭里向，想到该桩事体，一拉拉上许多态。徐色冰霜，采江去，凄凉万金美不为。女儿对我终身事。不及人龙跨马来，只因宠爱女儿，生她心情善美。如今待字闺中，岂不要结杀神意？一个人来着，啥你们就是后国他的半辈男身上想来着。今朝里呢，本来准备到街上浪向去礼服的。现在个上香追了门前，后头一根子8个宫女，同样身浪向侪是全副武装，手里向拎带个拎带，拎枪个拎枪，后位子身上向忙着美林而来，身上向紧张扎索，英姿飒爽，一步单枪西为弓，送来巾帼与英勇，此人并非内儿黑。内上江上立大功，身上向不欢喜针子穿线线，欢喜武带弄枪的。本来呢，准备到街上浪向去礼服，听说娘辣辣梅亭浪向赏花，想我们来打赏摘花吧。说明在人单里向么，母亲身上孩儿亲哎，不被侬来说。也是这种打扮，勇赳赳气昂昂，弄得三个也可过阿罗高，谢家家子，这样种至于人家的千金，你文人的娘，一日都要斧头噼啪，男人看见非要吓噶，手到外头挂你爷娘不交接，不人家只过一些话，真正想不落，女儿罢了。母亲，还要用往街上立些风雨呀！你也别叫这子，各种强烈么也出去屋头噼啪，一日到夜洗脱困觉，那让规律了，总归那让后花园，那让礼物上，你不为自家婚事考虑考虑啊！女儿，时光尚早，为娘有许多松叶的说话与你讲。半壁收下了。当然有啥讲头了？你讲来讲去讲的什么？我听得来，耳朵里向垃圾也出来着。中国面是讲老姑娘教男人养三人白熬生，你其他啥讲不出的啥子呀？那你如果跟我讲讲，梅花枪是哪行当的，双股剑是哪扶的，三堂腿是哪踢的，半点弓箭是哪坐的，根本有劲的呀！我当你两高头呢，不仅仅年龄浪向推背得多，而且当那个爱好不能让一个层次浪向，当你不共同语言的呀。
别个今朝看娘态度坚决，不讲但是不来噻。哎呀，可是十俺一来是离无不能够离离歇歇的呀，前一日不离，10日不离，谁人家听书人啊，也天天听下去的呀。如果累他你不听了，下头个事业追不上去的呀。但是这个闲话也不好帮你讲，讲出来怎么你也听不懂。如果我讲出来呢，但一边唔懂现在，根本哪还办呢？其实天下世界娘对三男呢，侪是充满一腔事哎。咦，不是有在歌里向唱的吗？常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、洗洗碗。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呐，一辈子只求图个平平安安。你想呢？娘娘做好的嘞，也不是那些人呐哈呐哈，这边个把你讲讲闲话就满足着，身上像闲话不跟他娘讲嘛，是有点过分的。别个上下年纪为小，等到你长肚子了，是会得理解的。那么现在想哪办呢？既然娘也讲嘛，讲着话，屁虚息么还在，至少身上想把娘讲闲话，这当虚息的。孩儿真正慕名。收下了，不也收了？孩儿是也追的呀。哎呀，你们来了啦，我们收了啦，啊！刚才我们也面对面，你看了我看了你，虚言点笔，收下了。俺是还收下来的，收做来我来得起来了。娘，你对我是关心的，但是你不晓得，你讲起闲话来是懂得嘞，也难相信。有辰光刚刚都不是人的了呀，说话用不上切口的，而且要费泄露位的。是跟我今朝收做来是立不起来的，我还是立了害怕。母亲，梅林风大，孩儿只怕母亲谁凉，为是三姐这里听娘亲结为谁是了？来了啦，当我趟他的风，你那个混，你的是为娘的说话，你也不听了。母亲的话嘛，孩儿是也听的。那么我的话嘛，母亲你也听的呀。喂，你老讲啥么子啊？这个也唔懂现在了。既然你收下，所以收下了。他若不听话，为娘也打的呀。母亲也打，快谁打呀？你能个也给我打呢？哎呀，我欢喜个呀，你这个也不简单，你当我恶魔呀？你这有钱话的，等我收来啊。是，那么没办法哇，再不收来了，娘也见公女奴家法被来追，那么个上下面到之前嘛，一道皮不成女。老娘边浪向手做嘞，我他盯了侬了哪看？漂亮，他人欢喜，英姿不发，健康美，而且嫁得了微微唱流行歌曲了，哎，他人欢喜啊！侬啊，我啥个身高？养了子那侬之后，整个天地良心欢喜哟。因为自家身体不是哪在哈。啊，养子我来不大事，我打来亲老娘一亲16个，谁是标致面孔，身体好，哪是做？那么有错不？能三毛病发完一灾，我非接2个老娘办，我自家办子内能房间里向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也走一呀天的了。血拍拍抚养长大，这个啥个狗人了嘿？现在盯了侬妈妈。哎呀呀呀呀！好啊！不顾谁对，自欺来。
溪水定河水。红绳对去喷下风，泄露人呀脾气开，有对别儿云水海。后举东风，难得能啊分，能否谁？哈哈哈，这是好啊！搿军师弄不懂这呀？娘还用我不讲，都在自个我好我好。哎呀，非得子来你吃对子嘛？想想不为个喂啊，母亲，女儿，为何看的女儿风里发现呀？哎呀，女儿啊，善意说得好啊，见女大18变，我的姐儿如今赤裸的越发的美满了。这多结婚，开得为娘喜满为，不计谁家蓝军呀赐福，抓的都不美军切。不知哪位善你如此福分背叛我家姐儿？哎呀，侬啊！男大当婚，女当嫁，为娘牵挂在胸怀。你是你结计一人家，大郎大杀一计为。门庭啥是美母亲，隐隐实实趣味，但如今门口露出风声来。你刚刚满13岁，随与美人爸爸上门子，那么个荧光写了一切侪是我做主，所以啊，自己分成功。但原来呢，年纪大人，婚姻大事总归听听那个意见，不听那个意见，得做新成功人，听子那个闲话，各个反改革看不中。你现在这样的年纪人，一年一年待过去，我娘也接杀人啊。从前辰光美人门开大义，现在呢门口露枪，美人一干巴。为地上面的美人在了浪些，天浪向我俩拿起来山里地了，各个人家的亲上说不成功的，啥事情么野剧特个比登天为难，女儿啊！为娘
真情谁归？所以该场婚事，我娘带来做主，今年的年头了，必要解决。我说娘，你还不可以硬上个喂？说今年别弄我搞出去噶，不弄我搞出去不来三个。哎呀娘，你哪不理解我个心思个嘞？你都能想的上门，你应该才亲上个母亲啦。母亲，他日莫与心意之神，育儿终身不嫁了。侬啊，悲观嘛别悲观，眼家那别脱格。天下世界男人这样对了海，总归有个不配得上呢。侬研究的世界，要有一种心意之神，心目当中的英雄。哎呀呀，女儿啊，为娘得享受一个神了。哎呦，啥想想，搿搭我要听听该。母亲，你说的乃是哪
一个？那杨水杨德忠，他必然风霜，配得上女儿吗？娘辣辣讲杨水，杨水是个读书人，书读得多的，肚皮里向学问还是有的。但是我也讲的是天下的英雄呀，不是也讲一个读书人呀。你想呢？我立志实上去你个本事，总也搞一个有本事的男人，那么呢，可就一旦切磋无妇女，脑袋么一旦当当辣，院子里向么一旦理理气，房间里向么一旦当当酒，啊，这么有劲的呀！母亲，你是口是么？说得出干，房间里向理理酒啊，男人把你拍对带出去的呀。对个，杨水能文不能武，能呼吸文武自在个。啊呀呀呀，女儿啊，为娘的预想着一个人了。有那个想法的多了很哇，但也想了一个咋？母亲，你去讲嘞。上朝的三公子少日少自己，能文能武，可算得上一位英雄啊！你辣讲三日三自己啊，这个人我倒是来在听说过。哦，非来肚皮里向有学问，而只为的妇女嘞。对。这个妇女到底哪哈么？我虽不晓得着。别个嘞，我对这个人嘞，品质浪向有点看法。啥个看法？啥子么娘？我讲给你听啊。三十三之间，当多阿三两高头。哦。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个关系个哟。你都落他去听得来？我听人家讲的。受来之言不可当真。哎呀，有句哪个为我个哇？见五百不推风的强。别去听你卡啥的去。不记得，扶风不起浪哎。啊，既然你听说实是有这个种路人的身份对你不好的印象，算了。那女儿啊，为娘的预想着一个人来了。你是哪一个？吕布吕将军，容貌贵伟，风仪盖世，他可算得上一位英雄。哦哟，这个人为福建啥子嘞？那我也是听人家讲讲。山顶浪向不是个大官叫王云吗？为此使他骨折动作，随侬我屋里向的勾结及点手先不了动作。介绍就是为此这个女人啊，吕布当到鸡鸭两高头死相残杀，都是父子关系呀。为此一个女人弄得来内死我啊，也是个种人还算英勇的。我可是里得人啊不算的。哎呀娘，我听了你提起这个人自家觉着有点难为情的。娘，你进来个品味，那还是俺第一个呢。我他面孔啊红了这呀！哎呀，女儿啊，这如此说来嘛，他也算不上一个英雄。英雄了，既然不还是个人，你那谁晓得个呢？他风情万里，一击披风。哎呀，那么多开始。哎呀，女儿啊，那再为一个了，这个人不得了啊！名气响得呱啦啦。谁是那为定中原，小兵军费，为了三彩的那个杀出什么的？娘，你讲的杀出么也不是汉人喂？那不是，我才晓得个。人家也不喊你去英勇个，谁叫你金勇个呀？上次我讲你为啥同我阿三大姐为三姐个南京来，我擦擦，不是个么子。你还不算英勇？你我告不你是我随你去死的。你是个金勇。母亲，三孟德气势大名，名不封神，你为天下人所不耻的几时呀？其实你个闲话错的。如果讲上车是个金勇的说法，呼吸的手也吸了你个手里去。如果讲上车是个金勇的说法，你中国科学有个老有上，国贸上谁不会得为你平反？但是当时辰光人呢，才识上车一代骁勇是个金勇，所以你个闲话呢，大错是分手错。不过让他动南京的格格看不中，改革不中意。女儿啊，为娘年迈了，好大了，我已想不出哪一个没称得上英勇。那么娘是问我，你问我讲点不来听听。这个英勇啦，有在天边，真在眼前。哦哟，总算有在哪一个啊？他非是大人，虽是我的哥哥兄妹们，乃是当时的英勇呐。你哪说得出啊？的确，身
就用在大量，一代应和。但是侬啊，我当你啥天也讲应用啊，准备拿那搞不这个应用呀，你不记得去搞本到阿哥了海话是了。哎呀呀，女儿。我家女儿乃是一个英雄，但是与你的婚事无关。我只晓得呀，你是在问我哪一个是英雄吗？我才是凶杀的呀。哎，你也说到话肚里向去噻，还是啊，侬啊，还是讲那个婚事，你别也讲英雄。那唯一一个，你东吴有一个大将叫追他，本事好得不得了，哎。当兵军魁，杀得刀人，防风而来。追他乃是一位英雄。娘，哎，你让他心我开心着哇？哪是开心？追他将军是英雄呀！别个我70多岁这个，不记得我去搞不离了海哇？母亲，可是我。我把你受昏他了。侬啊，你讲也讲英雄，你一分讲。也讲大英雄、小英雄、老英雄啊！搿但是把娘规定好了，这带意思的。我实在想不出了，女儿啊，你可记下为哪一个么称得上英雄啊？母亲，听说韦玉一人，沈家已称他是英勇。韦玉一人，看得出个能对这个人啊有好感觉，不知啥人啊？哪一个啊？谁是军队的雷卫么？一个大英勇。军队的雷卫，真是。这个人听是过的，具体哪个人话，不是哪再说谁，看得出能对里有好感。那么这样，派人去打听，去外地一下问，不晓得过他那边去打听着，让你过来自啥月子。为此改上婚事，心脏病啊也出来夸赞。那么到底呢？请听何为？男儿爱英勇，我觉他准备也电视开采下雷贝的情况。不夸张，雷贝已经来这样，结果为哪哈呢？让你们再听下去。各种阿姨，再会。